教授，画完了。什么名字？陶宇飞，几年级？大4。还有别的作品吗？有。有空拿来我看看。这个要交吗？不用，我记住你了。学长，你要走了？画好漂亮，可以送给我吗？学长，我还没画你呢。学长，学长。喂，你干嘛？来，别碰我！是你上课的时候摸我、挑逗我，才导致我没有画完。喂，我什么时候挑逗你了？你忘了？你摸我头发，还摸我的头。那是因为你的头发太乱，我要为我作品的美感负责。我不管，你要对我负责任。手放开！哇！我的手好疼，我的手！你到底想干嘛？我帮你打扫画室，你让我画完。你去哪儿？不是让我画的吗？我有说是今天吗？你很过分，后天不交我就要被当掉了。那不是我的问题。走的时候锁门。还给我！我又没带在身上。你背的是什么？给我！把它还给我！你再这样，我就喊非礼了。你这个小偷！谁让你说话不算数的？那幅画对我很重要，把它还给我！哎呀，有管别人要的东西这么没有礼貌的？
是你上课的时候无故挑逗我，导致我没有画完。我去画室找你，你说帮你整理完画室就可以让我画，结果呢？别人这样对你，你开心吗？你到底想怎样？跟我道歉。道歉？不道歉算了。3个小时。成交。哦，喂，排骨米线杏仁豆腐，我最爱的杏仁豆腐。哎，学长，我给你买了一份，你吃吗？不饿。算了，自己吃。学长，你怎么那么宝贝那幅画？画的谁啊？你只有3个小时。我知道。哎，画那么好，画多久啊3个晚上。难怪，画那么细致。你吃快点好吗？你别催我，你一催我就紧张，万一我的胃又痛了怎么办呢？哦，对了，你先帮我看一下我的素描，给点意见吧。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是作弊进来的吗？这张线条歪七扭八，调子完全不对。这张透视点完全偏掉。还有，你是色盲吗？这张的明暗界限根本就画歪了。你要这么毒辣吗？艺术这种事呢，勉强不了的。那你说我怎么做才能迅速的提升一下呢？转到没有美术系的学校比较快。好啊，那我把这个一起带走。好，你先把基本功练好再说。小心。基本功每天至少要画2000条直线。2000条？2000条。把炭笔拿过来，我画给你看。哦，快啊！小心。我来。好好放。会的。在哪里啊？那边。喂，你要干嘛？喂，开门！用这个画。画。女儿，吃饭喽。我不想吃。怎么了？心情不好啊？没有啊，没事。哇，也太传神了吧！你也觉得很好看哦？是啊，才1个礼拜，进步也太神速了吧！果然是有天分啊！幸好你当初坚持啊，去念美术系，要不然你的天分就被埋没了。爸啊，这不是我画的。啊？这才是我画的。这个，其实呢，艺术是很主观的，每一个艺术家呢，爸，那一幅啊，是跟我同一组的学长画的，你看他的笔触跟明暗调子。爸，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没有画画天分啊？我到底是天才还是庸才呢？
都不是。你是老爸心目中最独特的女儿。乖女儿，你有才气。你的 Q 版漫画呢，能让人开心，让人喜欢，这不就是画画最重要的事吗？好啦，别想什么天才、庸才那些无聊的事了，做自己最重要。老爸说的对。你妈还在楼下等着我们吃饭呢，一起下去吧。我不吃了，我要画2000条线条，画完2000条线条再吃。讲到华人的行为艺术家，有一个人你们不能不认识，他叫谢德庆。他跟另外一位女性艺术家琳达·蒙塔纳，两个人用一条2.5米的绳子绑在一起整整1年的时间，被迫参与对方的生活。你可以从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他们各种情绪，开心的啦，无奈的啦，紧张的啦。那这样也能叫做艺术吗？不然呢？哦，所以这次的作业呢，我希望你们可以模仿大师的作品，用实际体验的精神，然后交一个报告给我。好了，抽签了。哎，最优秀的先抽啊！哎，让我看看你抽的什么呀？不行，不告诉你。真小气。绳子。我让你看我的，你让我看一下呀。哎，你抽什么？给看。是在执行方面有难度。当然有难度啊！创作乐趣不就在于未知吗？你这么害怕未知的欲望，怎么拿奖学金啊？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再说，如果这项作品到最后呈现的水平不够，我也来不及在截止日前改成其他的作品。那你又离艺术更远了。李晨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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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爱你爱你哟！谁是那颗小红豆啊？去吧，都叫你好多次了。我爱你爱你爱你哟，爱你哟，手牵手，手牵在大路九州，爱你爱你爱你哟。你们干嘛？我上课呢。一会儿下课一起吃饭。为什么要跟你吃饭？我不想跟你去。邱家武，你到我教室门口呢，你到底想怎么样？耶！直击告白现场，男主角是本校篮球队队长，女主角是我们美术系新生李晨英。哎呀，不要再拍了！
究竟男主角会不会邀请成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在球场当那么多人跟我表白，想抵赖吗？我都已经跟你说那是误会好吗？不是我。太劲爆了！居然是女主角先向男主角示爱。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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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叫你不要录就不要录，你已经侵犯了他的肖像权。我只是……啊，好了，不录了，给我吧。谢谢你啊，学长。邱家武，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那天在球场完全是个误会，不是我要表白，不要再搞这些小把戏了，幼稚。哎，请你离开。凭什么？你打扰到我上课。我就这样，想怎么样？打架吗？来呀，单挑！来呀，单挑！来呀，来单挑啊！单挑，敢不敢？哎，是男人就单挑，跑什么呀？单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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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挑！要单挑是吧？有本事跟我单挑！不是我，走不走？你要不走，就留下来跟我单挑。走，走了。学长，那天真是个误会，我是替可山去。跟我有什么关系？也对哦。开始作业前处理好这件事，我不希望影响到我的课业。学长，你是愿意跟我搭档了吗？我只是为我的课业考虑，是人还是狗，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差别。我保证处理好。我要是处理不好，我就是汪汪。学长，你等等我。学长，哎，等我啊！我可以坐这里吗？走开。所赐，他今天还到我教室那边去闹呢。啊，谁知道他误会那么深？不过，你真的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吗？毕竟长得又帅，球打得又好。花痴！拜托，我最讨厌那种全身都是那种横肉的男生，好吗？反正这件事情你赶紧给我解决清楚，要不然我们姐妹12年的感情就此恩断义绝。陈茵，那你想我怎么办？吃完饭去球场说清楚。不行啊，那个谁也在，我会害羞。还害羞？写2封信，一封给邱家武，另一封给那个谁谁谁。哦。
是啊，就是后面那球啊，太厉害了！你也不错啊。球不传给我，你也不进。哎，等等。哎呦，完了，怎么办呀？哎呀，怎么办？球太烂了吧？是打呀？小五，那个大声表白的学妹挺可爱的嘛。当然了，会喜欢我邱家武的人，眼光能一般吗？你少臭美了。那天她明明说那是个误会。哎，也就是说那天被告白的是咱们队其他人。说到这个，我觉得挺奇怪的。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原本置物柜都会收到礼物，就再也没收到了。哦，也就是说，那天要表白的那个人是你啊？不，是她旁边的那个闺蜜。要表白的人是你。那天大声表白的学妹旁边确实有个女孩。你说旁边有个女孩，肥得像猪一样的那个女孩？你太过分了啊！你太过分了。哪里过分了？她送的那些礼物都是些便宜货，都是些品相很差的东西，难怪她不敢自己直接送我。还是你喜欢猪？想死啊你！又哭了。认错人。不过话说回来，还是要感谢你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看清那个人的真面目。真是的，可是我跟你说，那个人渣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你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你送的那些小礼物啊，都超级贴心呐。哎，我在想，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粉丝呢？就是啊，我们可山不止心灵手巧，而且对篮球超懂的。是吗？你喜欢哪个球星啊？我喜欢 Kobe Bryant， 科比，他超厉害的。他担任过得分后卫，现在是控球后卫，而且在05到06年跟多伦多猛龙队的球赛当中，他一个人就拿了81分的高分。哇，我的天哪！你是不是啊？你怎么这么了解篮球啊？这样，可山，你来做我们武林球尊的副会长，怎么样？哦，真的可以啊？当然啊。我怎么可以啊？相信我，绝对可以。你是我见过的女孩里面最了解篮球。我会努力的。来，耶！很久没有遇到让我看这么久的作品。不过可惜了一点。可惜什么？一份再美味的牛排，冷了会好吃吗？教授觉得我的作品没温度。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没关系，只是评论。这样吧，你先说说你对未来的期许是什么？我想当教授的学弟。英国皇家美术
谢什么呀？可山的事情啊，今天多亏有你在，他才能恢复得那么快啊。之前去你教室闹事。哎，好了，不要再提了，以后不要再做就好了。太好了，那咱们俩现在是朋友了。你要怎么谢我？哎呦，你还真不客气啊。那说吧，要怎么谢你？真的？那我要……哎，不行，我还没说完呢。谁知道你又会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来。我答应你一个请求，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办。好，耶！绿灯了。拜拜。拜拜。哎，为什么你感谢我，还我求你啊？恭喜你们，第20件作品诞生。Enjoy it。来看这边啊，看这边，来准备啊，1、2。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刘可山，以后就是我们球队的新成员、新助理，大家欢迎一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他就是我邱家武的人了。如果让我知道谁敢欺负他，请大家多多关照。哟，不错嘛，武哥，带美女来了。那要不要请客吃饭呢？别闹了，行，随便挑，先练球，练完球随便挑随便吃。行，走。未来的7天呢，我跟学长就会用这根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就像连体婴儿一样，吃饭啊、睡觉啊、洗澡啊都会在一起的。虽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学长来说几句啊，换你。啊，好了，我来替学长说2句啊。未知呢虽然很恐惧，但是我们希望未来一切都很顺利。喂，你要去哪儿？拜托，你们才被绑在一起半个小时而已，你们确定撑得过7天吗？你先说，要去哪？可山，哎，可然姐，以后可要多关照啊。哦，多多关照。可山，你那个武林求尊的网站做的可以啊，很厉害嘛。谢谢。那个，你知道陈音喜欢吃什么，喜欢玩什么？那当然。不对，你想干嘛呀？你不是答应了陈音不再随便骚扰他的吗？我能干嘛呀？这不是要请客吃饭吗？想着约他一起吃个饭，这算骚扰啊？哦，那是我错怪你了。刘可山啊，我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告诉你。你呢，现在是我的人了，我跟李晨音中间，你必须偏向我。不行，我是陈音的，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开玩笑啦，我跟他又不是敌人。但是，我追他的时候，你必须站在我身边帮我。你？你要追陈音？可是陈音没有可是，不许通风报信。不是，可是陈音没有可是，保密。练球了。可是陈音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呀。
陈一，你怎么在这儿啊？作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你啊，我找你下周一起吃饭。没时间。哎，你是他的谁啊？你凭什么替他回答啊？管那么多干嘛？好了，以后有时间一起吃饭啊。走了，可珊，拜拜。他们俩在干什么啊？怎么绑在一起啊？他刚刚不是说作业吗？好奇怪的作业啊！他们艺术界的事情我也不太懂。学长，有个问题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今晚住谁家啊？你一个人住吗？千万不要误会啊，我是很一本正经的在跟你商量这个问题，毕竟是要面对的嘛。如果住你家的话，可能要麻烦你晚上跟我回一趟家，跟我父母解释一下。还有啊，我还要拿一些生活用品什么的。你家？哦，好啊。啊！肚子痛，我要去厕所。你不是才刚刚去吗？尿频！等一下，对不起，学长。哎呀，肚子好痛啊！哎呀，接呀，怎么还不接啊？学长，稍等我一下啊，马上就好了。什么学长啊？女儿，你又在搞什么鬼？妈，你搞什么啊？这么久才接电话？没有什么学长了，你听错了。我跟你讲，我马上就要回家了，你赶紧把我的房间给我整理好啊！好了，拜拜。哦，好了。这是我们家，我的房间在楼上。什么事啊？女儿啊。我跟你妈呢，好像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你们这个作业是……我再解释一遍，我这个作业就是说，有一位叫谢德庆的艺术家和一位国外的女艺术家然后两个人绑在一起就是1年，不管吃饭还是睡觉，做什么都在一起。1年？那这个艺术是要干嘛？就是要探讨2个陌生的人在彼此妥协对方的身体和精神以后，在精神上面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你听得懂女儿在说什么吗？听不懂啊。呀。女儿啊，来。来。老爸是不反对你谈恋爱的，那你也知道，你喜欢这位学长。但是你们这么快就睡在一起了，这个进度会不会太快了点儿？太前卫了。虽然我们家不是很传统，也算开明，但是你们这样的效率，让老爸跟老妈有点招架不住啊。我们心脏不好了。李伯伯，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行为艺术当年很轰动的简报。那你们要绑在一起多久啊？7天啊。7天？这7天之内呢，这个绳子都不能解开。要是解开的话，这个作业就失败，也就是说我这门课程就会挂掉。挂了最好。课很贵的。好了啊，好。所以你要在我们家住7天哦。你们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可以去学长家。不行。那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先回房了。走吧，走吧。啊，老妈，我的房间没有被你搞乱吧？放心了。那我们先上去了。哎，我们走了。哎嗨，哎，要绑在一起7天。不过学长挺帅的。你说什么呢？这是我房间。这什么？总裁在上，我在下。不是啊！都在看什么书啊？喂，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不好意思啊。啊，你们怎么上来了？我们刚刚想到一个办法。雨飞啊，待会儿陈茵洗澡的时候，我就委屈你一下了。我觉得，相对来看，我应该会比较不安全吧。来，哎，这个，来，看电视。怎么了？女儿的手忘了捆。刚刚偷看我的时候不害羞，现在害羞什么？我哪有偷看啊？光明正大的看。我们来看一下被子够不够？要不要再拿几条过来？厚一点比较温暖。哎，放心啦，学长睡地板很安全的。可是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放心啊。不放心学长。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记得喊人啊！啊，学长也是哦。你爸妈很了解你吗？走了，我明天还要小心啊！有小喊人哦。好了好了，记得喊人啊！好记得喊人。走了。好，晚安。我爸妈就是这么的贴心啊。被遗忘的公主，感觉怎么样？画风精细，构图、色彩和风格都还蛮有创意的。算你有眼光。我跟你讲啊，这位法国插画艺术家 Rebecca Dodgemer 超厉害的，我超级喜欢她。可是呢，我更喜欢她前几年的那部作品《孤独巨人》，可惜啊，那是限量版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什么时候你手上的功夫能赶上欣赏水平，那才算成了。哼，瞧不起我？我跟你讲，我可是得过第1名的。哼。是什么时候？小学1年级。哎呀，天才！小学1年级得奖。笑不笑吧？就知道你会嘲笑我。有几个人能像你那么厉害？那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你知道莫迪里亚尼这位画家吗？毕加索的宿敌就是那个画画经常不画眼睛的意大利画家。
我告诉你啊，他每天都要画超过200幅以上的素描。太疯狂了吧？疯狂吗？与其平淡的漫长，我宁愿短暂却精彩。那些比我更优秀、比我更努力的人，因为这样，全世界都永远追不上他们。我去了。是啊，我这个奖啊，是我们小区的奖呢。当时我爸就觉得我超级有天分，所以啊，我每画一幅画，我爸就会带我去吃冰淇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喜欢画画。学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画画的？学长，秒睡啊？晚安。爸爸啊，今天雾那么大，山会美吗？爸爸，走吧。当然美啊！你到山顶就知道了，非常漂亮。学长，学长，学长，怎么了？学长，没事了，没事了。好了，不要离开我。没事了。喂。啊，学长，我怎么睡地上了？你睡在我身上了。哦，对对对，我突然想起来了，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昨晚你做噩梦了，我来安慰你，怎么摇你都摇不醒，一不小心我就睡着了。哎，学长，你梦到什么了？跟你没关系。我当然知道跟我无关啊，有我出现的梦怎么可能是噩梦呢？我妈说了，做什么噩梦一定要讲出来的。你梦到什么了？我已经说了，跟你没有关系。你的好奇心不要那么强，不要多管闲事，好吗？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人家明明是在关心你啊！我知道你在关心我，但是我不需要你的关心。喂，学长。
陈一，陈一，哎，你躲什么呀？你怎么了？我没躲什么，你们怎么不去上课呀？怎么了？没事没事。下午球赛门票，欢迎观赏。哦。可珊，我们走。哦。哎，陈一，你的头怎么了？怎么弄的呀？真的是自己跌倒的吗？当然是了，骗你干嘛呢？好了，地位还我。哎，为什么入睡之后就没有了？这是我的作业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呢？你给我。哎。你给我。刘可珊，还想不想要球赛的通行证了？刘可珊，想不想一起？你给我，哎、给我，给我拿来！给我！上课了。哎，等一下，我们要上课了。几分钟就好。来。刚才揪你领子，不好意思啊。说完了吗？着什么急呀？是这样的，我。学长，你想吃肉松味的还是尾鱼味的？我早上只喝咖啡，不吃东西。买都买了，选一个嘛，不选很没面子的。你很烦呢。这个。哎呀，喂，教授好。你还好吧？没事。申请研究所的作品准备好了吗？还没有，还在想。可以找我聊啊，说不定我可以帮忙。如果是钱的问题，我上次的提议依然有效。哼。他还有课要上，我们先走了。走。为什么董教授对学长的态度这么奇怪呢？一点都不像老师对学生啊！哎，走啊，快点！哦。这边的线条再加重一点啊，不错。喂，你干嘛去？画室。我上课，我在上课。喂，我在上课呢，我在上课。过来，带来。学长，你也要暖身吧？我来帮他吧。哎，好。好，打个电话。
李晨一怎么还不来？我不是说了，陈英对这些运动都不太感兴趣的吗？那他不来，怎么能看到我这样帅气的一面呢？看不到的话，他又怎么会喜欢上我呢？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快点过来。哦，好吧。幼稚，都说了陈英不喜欢的。学长，我不是不愿意陪你画画，只是你也发呆太久了吧？你还好吗？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你有完没完啊？凶什么凶啊！我只是关心你一下嘛。我放着素描课不上，过来陪你发呆。我的时间很宝贵，不想把它浪费在无聊的课程上。你很自私哎！你觉得无聊，但对我很重要啊！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围着你转的。董教授给你很大压力啊？国外的学校真的那么难考吗？可是你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也没什么用啊，画画本身就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嘛。你懂什么？我是不懂，可是我知道你在这里发呆，就算你发呆到明天早上，你也画不出一朵花来啊。今天的球赛，记得要来哦。球赛？对。你今天的时间已经用完了，接下来换我的时间吗？我要去看球赛，走，陪我去看球赛。走啊，走啊！啊，走！走喽，看球赛喽！比赛就要开始了，邱家武，等会儿一定要打起精神，加油！怎么了？大老婆妹不来啊？哎，她来了。可是，哎，来了！你们来了！加武，加油！好。这个给你。心情不好啊？没有啊，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球场大吼大叫，很有用的。说完之后整个人神清气爽。加油！武林球赛，邱家武！武林球赛，邱家武！武林球赛，邱家武！哇！武林球赛，邱家武！哇！最后那一球超帅的，那个角度很难进球的。怎么样？你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球星。你见过几个球星啊？
我可是蝉联3届的神射手 ，OK？ 对啊，你知道吗？家武每个角度的投篮，每天都至少投1000颗以上，他才肯休息的。真的，跟学长一样哎。他教我练习基本功，让我每天要练习2000条直线。看不出你也这么拼啊！怎么了？怎么了？你坐。没事吧？我来。看不出来你的伤也蛮多的。肯定是刚刚上篮的时候拉伤了，严不严重啊？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没事，冰敷一下就好了。我邱家武可不是什么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可是你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如果想一个晚上好啊，把淤血推开，气血才会通。一个晚上能好？骗人的吧？会非常非常痛，怕你撑不住。我可是蝉联3届的 MVP 邱家武，好吗？我怕疼。把裤腿拉起来，拉起来。忍耐一下，受伤的部位不能推，所以要推伤口旁边，让气血活络。记得晚上要贴药膏，明天早上就好了。放松放松。OK。好像真的没有刚才疼了，有2下子啊！学长你好厉害哦，还会这招。哎，筋骨受伤不能吃冰的。学长你吃吧，超好吃。不用，你们吃吧。吃一个嘛，我喂你。来啦。哎，学长，你到处打工又当按摩师，到底有几份 part time 啊？嘘，过来这边。你坐着，不要出声，也不要乱动。可是我会无聊。无聊就画线条。哎，你好，你好，请坐。哎，最近怎么样？最近爬山了，后脚跟这边有点紧。我看一下。啊，脚放下来，我帮你捏一下。这边这边还好，还好。这边哦，对对对，很痛。前面呢？前面还好。好，你先趴下。好。先抹一点油。怎么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陈教练，不好意思啊，对不起，陈教练，没事。在干什么呀？我帮你擦一下。你还带女朋友来呀？哎呦，陈教练啊，对不起啊。没关系，我来帮你擦一擦啊。平常你要怎么样，我不管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工作的时候你就认真工作。今天算你幸运啊，陈教练不跟你计较。今天也还好，掉在病人身上的是按摩油，要是拔罐呢？要是艾草针灸呢？人家要是投诉你，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陶妈妈，我是她婶婶。哦，陶婶婶，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我不小心拉到她了，所以才把按摩油洒出来，下次不会了。哎，好了，这里头都听见你的声音了，
这都不是小孩了啊！你说一次就够了。再说这还有其他病患呢。哎呀，陈教练是自己人，没那么严重的。去楼下看看，说不定有人挂号呢。走，去看看，啊。哎，这位同学，你叫？叔叔你好，我叫李晨一。哦，我是宇飞的叔叔。啊。哟，这绳子是你们学校的作业呀？嗯，这还挺逗的，把两个人绑在一起，这要绑多久啊？1个礼拜。哎呦，对不起啊，叔叔，给您造成困扰了。那这样好了，这个礼拜你们就忙你们自己的作业，诊所呢，宇飞你就别来了啊。不用，我会按时过来的。哎呀，宇飞，你婶子她没有恶意的，她这人呢就是有点情绪藏不住，心直口快啊。知道。他毕业以后还要不要留在诊所帮忙？你到底问了没有？哎，还没呢。不过呢，想也知道结果啊。还想当画家？你也劝劝他嘛。他要是跟他那个短命的爹一样，到时候……你能不能别提我大哥？好，别提就别提。那你说嘛？这么多年了，吃我们的住我们的，总要给点回馈嘛。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他是我亲侄子，那不是外人，要什么回馈？再说了，他都已经搬出去住了，你还想怎么样？搬出去住了，搬出去住了啊！他在我们这里啊，做那么一点事儿，离我们那么多钱，不说我也知道，就是因为他的自尊心，我们得想办法接济他，要不然在外面怎么说呀？啊，你就去问他到底要怎么样。如果不想留下来的话，赶快告诉我，让我好登报找人呢。哎呀，你别说了你啊！学长，你好了没啊？哎呀，走，别提了啊！学长，我觉得你好棒啊！你又会画画，又会推拿。学长，什么事？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以说出来啊，不要憋在心里嘛，会憋病的。或者你有什么事情，也许我可以帮你呢。今天睡我家。哇，学长，这是你的画室哦。小心。哦。哇，这里好棒啊！学长，你跟你爸爸长得好像哦。哇，小时候好可爱，你看。你不要乱动我东西。学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是因为你老爸吗？我觉得学长的爸爸画画一定很厉害，所以才会有学长这么厉害的儿子啊。学长，你为什么一直想出国啊？世界4大美术学院，我申请一家学院，那是成功最快的方法。难道你都不想成功吗？我也不知道哎。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开心呢，就算是他得再多的奖，挣了再多的钱，那他还是不开心啊，对不对？你果然什么都不懂。是，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啊，学长的爸爸当初教学长画画的时候，一定是因为画画开心才教你的，对不对？哎，不如我们换个方式，不打草稿。
厉家总是说他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儿童画吗？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会。学长，你笑起来真好看，你以后要多笑一点。钟玉姐，钟玉姐，喝点水吧。不介绍一下，她是我的学妹李成英。这个是我们的作业，行为艺术。你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吗？待会儿有个局，都是些圈里的前辈，想要带你去介绍认识一下。我想都是圈里的人，这点小把戏，他们应该可以理解。不过就不知道小妹妹愿不愿意去了。去的话，会对学长的前途有帮助吗？当然，我当然愿意去啊。下次再说吧。都是圈里的一些大腕儿，这次错过这个机会的话，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了。去吧，学长，我保证，不听不看不问，绝对不给你添麻烦。哎，学长，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你来过吗？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吗？给你介绍一下，什么？需要点什么吗？哦，最近啊，我们有很多人都说他画的画非常好看。好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空可以再来给你看一下呢？好啊。张老板，梦梦姐，我去下洗手间。去啊去啊去啊！年轻人，过来玩，喝酒，来干杯！来，干杯！干杯，梦姐。哎呀，来嘛，一起。为什么你喝酒啊？喝啊！来吧，喝呀，快点啊！喝一点，再喝点。不要为难我学长，起来！不要为难我学长，我来喝。陈毅，你不要喝了，不要喝不要为难我学长，不要为难我学长。李晨英，这女孩子在发什么疯啊？冲我来！你们不要为难我学长！我发什么疯啊？这是！不要为难我学长！好，李晨英，张老板，张老板，不要为难我学长！你疯了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你疯了吗？都被你搞砸了。我头好晕啊！你不会喝就不要喝嘛。不要喝了！干嘛？学长，
上早啊。今天天气好好。喂，你干嘛？喂，你干嘛？你今天心情不好啊？我头好晕啊！我要去洗漱一下。好，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艺术学的发展状态。艺术学呢，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出现，也只有仅100年左右的历史。老师好。讲到运动行销里面的运动管理，好了，这一门学科呢，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差不多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学科的。那之后呢，在11世纪的时候，老师说，有人上课睡觉，严重影响到我的学习。邱家武，邱家武，邱家武。邱家武，你也太夸张了吧！老师不好意思啊，昨天打球太累了。你打球累，关我们什么事啊？之前呢，开学的时候你们教练来跟我讲，你们这些体保生只要来上课，我就得给 pass， 我也同意了。但是你影响到其他这么多同学上课，你说怎么办？老师对不起啊，各位不好意思啊，打扰了，下次不会了，下次不会了。好，你继续。刚刚讲到奥运啊，说，那可以请不上课的同学离开这间教室吗？皮痒了是吗？哎，啊，老师你看，老师你看他这个样子，可以把他赶出这间教室吗？说什么呢？不然我就告诉学校，要求更换任课老师。邱家武，下来。下来啊！邱家武，你先回去吧。老师，那无故缺席的，是不是要记录一下？你先出去，我等一下出去找你。好。哎呀，出去！老师，对不起，不好意思啊。回去吧。咱们继续啊。学长，你一天都没有理我了，你要惩罚我到什么时候？学长，我错了，我行为不轨，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哎，学长，快递，全新的。你打电话我就过来了，懒得去你家拿，就先买件新的了。好，跟房租算在一起，回头给你。有没有必要跟我算那么清楚？应该的。怎么都破成这样啊？该不会又是你弄的吧？上次酒吧的事，他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看这条路是行不通了，再想别的办法吧。学长，对不起。你还注意，没事，你先回去吧。不打扰了。谢了。学长电话啊！对不起，我。上次那个比赛打的是真不错。是啊，哎，跟你说我心痒了，得分全靠他。好，拜拜，再见啊。哎，走那么快是要去找邱家武吧？关你什么事啊？等一下，
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你这样让我好心寒呀。还记得你之前写给我的情书吗？里面的内容让我觉得好感动。其实我追你很久了，看着你想直接退学是吧？就打我！不要再打了！你上次已经被记过，还想被退学吗？你还不快走！还想被打吗？你给我记住，你不会还喜欢这个人渣吧？邱家武，可莎，可莎，刚才的笔记你爱看不看？你要是挂科了，我可不管。哎，谢谢你的笔记啊。你走开啊！哎，周末一起出去玩吧。又有聚会吗？没有，就你、我，还有陈音。你约陈音了吗？当然你约了。先走了。我，你怎么选这里？道歉啊，要有诚意。不用了，我心领了。你只要以后乖乖的就好了。这里太贵，换一家吧。哎，没关系啊，今天有人请客。走，教授。因为我们作业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就跟学长一起来了。学长不介意吧？坐吧。来啊，坐。其他的作品完成了吗？除了绳子之外。教授放心好了，学长这次的作品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学长这次的风格跟以往都不一样，是不是学长？绑在一起几天，果然很了解彼此。教授，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因为刚刚完成作品，本来学长想带出来请教一下教授的。你们一起创作吗？不是，我的画技怎么能跟学长相提并论？只是学长够了。我吃饱了，今天就这样吧。学长，学长，学长，红灯了，小心啊！学长，不要生气了。你这样做真的很蠢，对我来说是种侮辱。我只想帮你而已啊！谁需要你的帮忙？董教授说的没错，没有必要为了莫名的自尊而毁了自己的前途，好吗？你偷看我手机。是，偷看你手机是我不对，我只是想帮你完成梦想。第一，你没有权利偷看我的隐私；第二，你凭什么自作主张约董艳美出来？第三，我的梦想是我的梦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想帮你而已啊，不领情就算，你干嘛这么凶？我不需要你帮忙，你以为你谁啊？不是绑在一起几天，就以为很了解我是吗？少自以为是了。是，我是不了解你，我不懂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帮助你，那么害怕别人关心你。因为你害怕跟别人相处，你不知道用什么来换，连最基本的人情你都不愿意给，就像你的画一样，永远都是打好底稿跟构图，永远都是用最安全的方式来完成，所以你的画永远都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言。你好了不起啊！了不起到可以批评。一个需要重考才能考上美术系的学生，7岁得过的小奖就可以说一辈子。我告诉
世界上就是因为有你这种庸才，以为只要靠关系走后门，拿别人的钱就可以解决一切事情吗？没事吧？松开！去哪里？人和人之间根本就不会日久生情，只会日久生恨。替他自作主张，还是怎么样？就算他不这么做，你自己也会去找董艳梅，不是吗？你是气他瞧不起你，是不是？于飞，我认识你这么久了，我没有看过你这么在意一个人的看法。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在做。我讨厌别人控制我的人生。剪断绳子的我，以为回到了一个人的自由自在，可是仿佛少了些什么。学长，我们今天吃肉松的好不好？抱歉啊，我认错人了。到时候写生啊，我们俩一起去。好。哦。哇，好厉害啊！学妹，你真的太强了！原本以为你没有办法超过1天的，没想到，所以你真的是艺术界的奇葩了。陈烟，摄像机，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加武在准备球赛呢，你们怎么了吗？没错，那种自命清高的人啊，少惹为妙。陶宇飞呢？哎，对呀，刚进教室的时候还看到他，就是看到他一个人进教室，才知道你们的行为艺术失败了。呀，说到宇飞，宇飞就到了啊。辛苦你过来，害你白跑一趟。那你好好上课啊，有事记得打电话给我。我刚才不小心多买了一份，可是今天没有尾鱼味儿，将就吃一下吧。没有听到我说话。今天我们来聊聊行为艺术教母 Marina Abramovic。她在80年代的作品常常反映出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矛盾，还有存在感。我想起一首诗，
你不愿意种花，不愿意看它一点点凋落。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一切开始。每一种艺术的存在都跟人有关，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重要的从来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只有经历这些痛苦、矛盾、挣扎的过程，你才可以感受艺术的可贵，对吧？对。李小姐，陶叔叔，你是来找雨飞的吧？学长有些东西忘在我这儿了，可不可以帮我转交给他？当他的朋友很辛苦吧？我想他应该没有把我当朋友吧。那你有把他当朋友吗？当然有啊。谢谢你。其实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看他把任何人带回过家里来呢。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爸爸去世之后，他整个人把心都给关起来了。爸爸，爸爸，不要看！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爸爸热爱艺术，放弃了中医，把自己整个都投。雨飞不在，进来等吧。哦，钟玉姐，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学长。谢谢。嘿。教授，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次绳子作业失败的原因都在于我，千万不要算在学长头上，拜托了。
那就是算在你头上喽。如果这次的成绩会影响到学长申请国外学校的话，我宁愿挂科的是我。如果这是你的选择，你确定你考虑清楚了？我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OK，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谢谢教授。你来了，教授，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说。关于申请学校的部分，除了绳子的录影。陈一，对我了。我刚刚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什么事啊？就昨天算账少1000块。哦。你怀疑我啊？谁怀疑你啊？这家里就你我爸爸3个人，爸爸没拿，我没拿，你没拿，贵拿的。说不定是电脑坏了嘛。去年也是这样啊，电脑算错账了，少了2000多块嘛。哎呦，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人念商，才会被电脑欺负。又来了。学校有什么不好的？画画能干嘛？以后能找到工作吗？哎，那你以后不要教女儿帮店里头画海报啊，设计什么会员卡之类的啊。你自己也在做艺术百科，你在卖书，你看过哪个画家不是穷困潦倒啊？都是死了以后才出名的呀。人家毕加索活着的时候就很有钱了，几百万人才出一个毕加索，随便画几张漫画就能当艺术家了。那我转去念商科好不好？说真的。我有一帮身份很特殊的学生需要人体模特，你得让我看到你的态度。你刚刚自己说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到。再说了，李成英刚刚说的话你应该也听到了，他是为了你放弃自己的前途。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个忙，我就再给你这个优秀的经纪人一次机会。哎，不晓得今天的模特长得怎么样啊？对呀，对呀，我好激动啊！哎，来，哇！开始了，可以脱了。
走了，学长。谢谢，拜拜。拜。你到底想怎样？同学4年这么容易生气啊？有事吗？我们同学这么久了，虽然没有什么交流，不过对你的东西还是挺欣赏的。这间学校大概也只有你的作品，我觉得还不错。这是宝泰金控举办的第1届宝泰艺术奖，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里头绘画类组的首奖奖金是60万。怎么，心动了？我知道你在申请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事，想必需要准备很多生活费吧？有话就直说。你不必这么惊讶，你该不会以为想申请的人就只有你一个吧？我也去找了董艳梅，请她帮我写推荐信。那你拿到了吗？你连董艳美的课都没有申请，难不成是希望我帮你写吗？你少自以为是了。董艳美说申请的名额只有1个，她只会留给最优秀的艺术家。那我们就来较量一下，看看谁才是最有资格的申请者。我的作品不需要向谁证明。你该不会是怕你的弱点被暴露出来，才不敢跟我较量的吧？你误会了，真的误会了。我只是怕变成狮子与老鼠比赛的故事，故事的结果只会让你得到跟我竞争的殊荣，而我呢，却被别人嘲讽曾经跟你这种程度的人比赛。但你又不是老鼠，对吧？你只是没有天分。陶宇飞，你太猖狂了！好了，你继续生气，我还有事要忙。他说的没错，优胜者可以拿到我的推荐信。所以你觉得姚一鸣比我更优秀？照你目前交上来的作品看来，很难说。教授，你怀疑我的能力？大概很多人跟你说过技法了得，天分很高，但你始终缺乏一样东西。技法可以练习，但情感是没有办法取代的，那才是一个作品的价值所在。你有感受过自己的心跳吗？教授，你看，你就连厌恶都这么平静，但是你又愿意为李晨英去做裸模，那表示你不是没有感情。去找你的心跳吧，不然你可能真的拿不到我的推荐信哦。由于今天是第1次上课，老师希望各位同学用抽象的手法来呈现，不要太拘泥细节，也不用画得太精准。当然，模特会每10分钟变换1次姿势，还有方向。到时候各位同学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找到自己的构图。那么我们现在就请今天的模特出场吧。Peter， 可以开始计时了。学妹，我的计时器忘了拿，就在你后面的桌上，可以帮我拿一下吗？哦，好啊。可以专心摆 pose 吗，学长？
还没上完呢。基础都没有打好，还上什么课？让你每天画2000条直线，你有坚持住吗？就知道。啊！你刚刚帮我完成了人体素描，谢谢你啊。要谢谢我，就替我做一件事。什么事啊？帮我找到心跳的感觉。心跳？我先走了。叔叔，我先走了啊。哎，你看，又是那个钟玉。怎么了？人家青梅竹马的感情好，不行吗？哼，感情好，他把公寓让他住，还3天2头就来接他下班，这种关系只是感情好？哼，得了吧。哎，他大陶宇飞5、6岁，成天绕在人家身边转，我看8成啊是想要包养他，要不啊就是搞姐弟恋什么。哎呀，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啊？什么包养？大哥在没出事之前，那家里环境好着呢，还借给咱们1大笔钱，才盖了今天这栋诊所，那你都忘了？哎，再说这宇飞从小受了这么大的打击，要不是钟玉陪着他呀，他怎么能熬过呀？还有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就算是姐弟恋，那又怎么样？钟玉姐，不要再叫我姐了，拜托，都被人家误会了。误会？谁误会啊？你是说李晨一吗？嗯哼，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不适合你，而且你自己不是本来也很讨厌这种小女生吗？怎么了？动摇了？我不想再聊这些无聊的事情。我最在乎的是什么？你应该知道。我当然希望你可以朝着你自己的目标前进，这些不过都是一些路上的绊脚石。我自己的事我自有分寸。好，随便你。专心顾店。阿姨，哎，可珊，这是我妈妈从北海道带回来的点心，特地让我拿给你的。哎呦，还是我们可珊最贴心了，哪像我们家陈丽。妈，好，可珊来了去陪人家。走，谢谢你啊。不用客气，阿姨。可珊，这是我的及时雨，可不是。随时汇报新动向，加我。
可是这件怎么样？不错啊。明天早上8点，万华店门